百苗之系中哪个苗族服饰最素雅？我想非贵州素苗莫属。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服饰是一座百花园，苗族就多达200多种样式。苗族妇女将历史刺绣在了衣服上，绣花越多越复杂，走过的迁徙路就越长，所以苗族服饰也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书。很多人印象里苗族衣服都是五颜六色、百花齐放的，但有一支苗族就特立独行，走了简约风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传说清康熙初年，那个为大美女陈圆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起兵反清，从广西征调来一部分苗兵到贵州征剿水西。事件平息后，这支苗兵在贵州黔西织金一带定居，因为喜欢穿素色衣服，人们称之为素苗，苗语称德缪。这支苗族其实和广西的素苗是同一支，他们至今仍然语言相通。但服饰与之相反，广西素苗的衣服刺绣就非常精美复杂，就像满城尽带黄金甲里铠甲加身的古代战将，非常有气势。在战争和遥远记忆的洗礼之下，贵州这支素苗也删繁就简，日常装只保留了棕布底、蜡染和局部刺绣元素，但也演化出了另外一种极简之美。特别是那独特的蓝宝石色蜡染，让人看一眼就过目不忘。他们还特别巧思地将男女款服饰做了呼应的色彩设计，让整体拥有了一种大方、端庄、韵律协调的美。素苗的米花节和跳年非常的有意思。米花节是期待已久的重逢，是幸福美满的约定，是跨越1000年的坚守，更是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每年农历的7月16到18日，他们都会邀请远在各地的亲友一起来祭祀、庆丰收、跳芦笙。今天也发展成了青年男女恋爱的节日。苗族人会在寨门前摆上自酿的水花酒，客人来喝个半醉，跳跃场上才会乐开花。芦笙木叶吹得好，你还能收到女孩子的帕子作为礼物。如果有花伞罩住了你，那就准备提亲去吧。跳年在正月初6到初8举办，这是一个今年去世的亲人表达对故土思念的节日。无论男女老幼，无论在外务工还是在家种地，大家都归来过节。在辞旧迎新的古老跳年仪式中，一场文化的盛宴会徐徐的开演，重现1000年的沧桑变迁。2022年新年即将临近，有机会来参与，千万别错过。